婚林烤鹅出产的乌鱼子，这个烤鹅游客中心推出着乌鱼子的下晡茶，要让更较侪人食到乌鱼子的好滋味。大家对下晡茶印象拢是食甜的配茶，或者是配咖啡。不过，伫咧烤乡就无同款的下晡茶，为着让游客会当食到烤乡出产的乌鱼子，游客中心特别用乌鱼子倒打高坑咖啡，推杀出乌鱼子的下晡茶，让游客当食到婚林关山海鲜好滋味。古坑的咖啡，然后来结合我们在地的乌鱼子，用这样的模式接待了很多国外的朋友。那讲到乌鱼子下晡茶做法有两种，乌鱼子的料理的方式有用咖啡酒，就是我们古坑的咖啡酒去做那个烧烤的方式；另外一种就是用炙烧的方式。乌鱼子的点心含高坑咖啡，或者游客若食过，拢学了解得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